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国情就你研究100-200年前台湾囡仔咧读的精讲硕士宪文，这内底拢汉文的诗词，咧教人人生的哲理，尤其有几落句咧叫人讲吼，爱认真读书，追求知识。其中国情捡一句，讲积金千两，不如明解经珠，表示讲做父母的人，你放财产互囝儿，假使讲介意读书学道理。人讲人学识之道，不学亦多年，就是讲吼，读书。吸收知识，你就知影世间的情理。伊若讲家己有一把艺，甚至讲做人有照起工，行到倒位有才调，家己去赚良心钱，唔免积金千两，唔免放财产互伊无要紧。所以积金千两，讲到这，我就要解说一下。这个两台语几落音呢？咱知影1两、2两、千两，好业人唔才有才调积金千两。但是这里吼，另外还有一音，就是这2、3的2，原来这里2音尔少，还搁一个第3音的，就是国情啊，你都要认真做解文说理，较骨力讲咧，研究互伊深入，无吼我会讲屁想，讲批评讲迄个节目真两讲，两讲的两原来这里少，无唔对，大家往往有迄个一句词、一字几落音的，过来精讲硕士宪文内底，另外一句原来叫人讲认真读书，有诶收集册吼，认真咧买到什么程度呢？讲白酒良辰宴好客，黄金散尽为修书。你听国情讲哦，白酒良辰就是讲哦，迄酒吼，我安尼结，为着要等啥？等好朋友知己的好人客，好客这2字，台语的词2种发音。那好客、好人客，这唔免我加解说。唔过这里好，另外一个音叫做好，那好客咧。国情啊，这个人就是真好客。你来找我一定请你。大家烧长头，我呢会当甲你交陪，我真欢喜。安尼叫做好客。有影发音无共呢？唔是讲哦，诗词出来就扑一定爱读汉文音，有当时啊读到会漏气，后壁这句读无准就漏气啊。黄金散尽为修书，所有积金千两，我甲开互搭，为着要买册啦，甚至要买迄落真罕见的绝版的册啦。安尼叫做黄金散尽，啊，咱唔知影黄汉文叫做黄，你袂使读黄金散尽呢，唔免国情加解说，会晓听台语的拢知影黄金是啥。家己派黄金，搁咧甲人看风水，是苦中苦的，迄叫做黄金。所以，家一定爱读白话，黄金散尽为修书啦。